什么？天哪，那是昆仑战神殿的战旗，还有天策战神殿、修罗战神殿，四大战神殿齐聚，这是有哪位通天的大人物要降临江城了？龙国，我叶凌天回来了。阁下停步！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绝不能踏足龙国。我们查过，你根本不是龙国人，立刻转身离开，立刻返回！返回！返回！昆仑战神，2年前你去天堂岛挑战，败得像条狗，我没记错吧？我要挑战守岛人！你是天堂岛的人，不可能，谁也无法离开那儿。打败10大守岛人就能离开啊？都滚开！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今天你走不出这里，龙国不欢迎你。别破坏公共财产啊！你们是保护龙国的，还是破坏？我来龙国只处理私事，别来惹我，否则杀无赦。小黑，你处理吧。是。干妈，你是凌天，长大了，太好了。干爹，萧冉妹妹，你们好。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只想着攀附我家。天儿，机场里发生了什么？连4大战神殿都惊动了，为什么要封锁呢？他们想阻止我进入龙国。叶凌天，你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如果4大战神想阻止你入境，你以为你能走出机场吗？我这不是出来了吗？你真能胡扯！我刚得到消息，4大护国战神封锁机场，是为迎接一名神秘贵宾。什么贵宾能让4大战神联手迎接？消息还说了，今晚还有一场迎接庆典。哦，小黑安排的吗？估计是他们害怕我发怒，为了讨好我才举办什么大典的。你不仅无耻，还很蠢。萧冉，不要这么说你哥。土包子进城，看傻了吧？爸，我不想他住进来。这样，我给你买套小别墅，安排佣人照顾你，住一起不方便。不用麻烦，我就住这里了。萧冉，就让天儿跟我们住一起。妈，你们……爸，你想想办法，我要参加今晚的大典，我要见昆仑战神。这级别的大典，整个江城没几人有资格。我找找关系吧。搞定了，大典在老魏的龙井庄园举办，他给了3张邀请函，我们3个人去。凌天，你就在家吧，或者出去逛逛。我去不需要门票。马上就要见到我的盖世英雄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当然是参加大典。你参加大典，你有资格吗？有邀请函吗？没有。没有你来干什么？这个大典没我无法开始。
这小子疯了吧？四大战神都只是配角的大典，没他不行，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。好，你要是没邀请函也能进去，我陈萧冉就嫁给你，说到做到。我没有骗你。还吹！我今天非拆穿你不可！你们认不认识他？他说没邀请函也能进。不认识，我们也从未接到有特殊嘉宾的通知。我陈归元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都说了，我走的是特殊通道。天儿，别说了，你先回家吧。那好吧。大典也取消了。神经病！我们进去，别管他。出什么事了？刚刚接到通知，贵宾生气了，大典取消。大典真的取消了？难道他？不可能！他们怎么走了？是我们招待不周，请您息怒。我就说怎么可能？四大战神居然这么谦卑，这欧洲人是什么身份？他就是神秘贵宾吧？差点被他唬住了，这小子满嘴谎话。我们回陈氏公馆，你爷爷来了，马上就能让叶灵天滚出我们家。哪来的废物？凭你也想进我陈家？想娶萧冉？她可是准备进黑金财团的，怎么能嫁给你？大伯，你们快坐。这椅子狗可以坐上，但是他不行。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美美是我们陈家一员，今天是家庭会议，她自然能坐。你在我们家地位都不如他，凭你还想娶萧冉，简直痴心妄想！沈大，我看你是老糊涂。站起哼，来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让我……住手！天儿，快放手！刁难我可以，我不在乎你这种小丑，但你不能骂我干妈。难道这就是你们陈家的待客之道？混账！你竟敢动手！如此目中无人，还想娶萧冉进我陈家？做梦！我明天还要去黑金财团面试，不想跟这废物多说一句话。干妈干爸，我不能白住，你们想要什么尽管说。大言不惭！我想要黑金财团的合作和投资，你给得起吗？天儿，别听你干爸的，这就是你家，快去休息吧。主人，您母亲的下落和仇人名单，属下派人在场。另外，给我干妈的公司投资500元。遵命，主人。心爷，人太多了，我好紧张。哎，萧冉，那不是住你家那个废物吗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来我的公司看看。萧冉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说黑金财团是他的。别理他，又疯又傻。老板，站在这里，你就将整个江城踩在脚下了。区江城算什么？主人连世界之巅你也能踩在脚下？是，我刚看到我干妈的女儿也来应聘，录取。是，我们立刻去办。陈萧冉女士和周心怡女士在哪里？这里，我们在这里。恭喜2位，你们被录取了。其他人全都不通过。他们连面试都没参加，凭什么？对，我们不服，给我们个说法。保安，全部赶出去！记住了，黑金财团的选择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，在这里，我们的规矩就是规矩。爸妈，我们被黑金财团录取了。好，
我女儿真棒。太好了。对了，天儿呢？我让他去找你们见见世面。见到了，他说黑金财团是他的呢。何总，我们公司有救了，黑金财团投资了500亿。妈，怎么了？我公司被黑金财团投资了500亿。500亿，我陈家要行大运了！干嘛？其实黑金财团，其实黑金财团是你的，我入职是你安排的，我妈公司那500亿也是你投的，对吧？你都知道了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吹。你真要是黑金财团的主人，还死皮赖脸住我家干嘛？真不要脸！我会离开，但不是现在。文琪，我是叶苍生。叶苍生，你把天儿接回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替我好好照顾她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我执掌叶族，没人敢对你们不利。天儿就跟我亲生的一样，哪怕你不说，我也会负责她一辈子的。还有让你女儿嫁给天儿当我的儿媳，这事儿必须绝对保密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好，没问题。天儿，你去干妈公司入职吧。现在公司有钱了，你想做什么生意都可以。妈，你疯了！那是黑金财团投给公司的钱，你不能给这个废物挥霍。闭嘴！天儿，你想创业还是工作？干妈，我暂时什么都不想干。混吃等死，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，巨硬。我在等消息，查清我母亲的下落，还有当年的仇人，我要他们血债血偿。干嘛？你的右手小纹指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以前出车祸弄的，你别问了。说，主人，查你母亲下落遇到重重阻力，龙国方面有人不想让我们查下去。那4大护国战神呢？让他们明天来我公司，我要问问他们想干什么。妈，你听听他说什么疯话？让4大战神去见他？够了，这种话我不想再听到第2次。否则直接滚出陈家！为何整个龙国都在阻拦我查东西？这是专门冲我来的吗？叶先生息怒，这和我们无关啊！我们打过招呼，但龙国的权贵很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很好，这些人要阻拦是吗？那我就让他们知道下场。主人，查到了，您干妈的小拇指是被江城匪首雷月虎斩断的。当年您母亲逃亡，也是雷月虎派人追杀。江城匪首雷烈虎，我回龙国的第1刀就拿你开。发布黑暗天子令，3天之内。我要看到让整个龙国恐惧的力量，全部集结在我眼前。干妈，您受苦了。当年断指之仇我来报。雷烈虎的命，我收定了。孩子，你快死了这条心。雷烈虎是江城匪首，地下最大的王了，你拿什么报仇？好，干妈，你把假指取下来，我看看。我可是天堂岛第1神医，白骨生肉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干妈，你这断指，我能让它重新长出来？天儿开玩笑的，没事儿。你听听，他们说什么鬼话？不开玩笑，我说能，就一定。
你还会医术呢？行啊，我倒要睁大眼睛看看你怎么让我妈的手指凭空长出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简直胡闹！干妈，你信我吗？好神奇，清清凉凉的。按你吹的牛，不该当场长出骨头吗？怎么没动静？骗谁呢？干妈断指20年，需要时间。不过，短则3月，长则1年，必能断骨再生。干妈信你，干妈天天涂。这张古药方送您，若能投入生产，您公司的市场份额至少翻10倍。行啊。什么药方，装神弄鬼！高档别墅区怎么还有人乱扔垃圾？黑参玉骨膏，这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黑参玉骨膏？老天爷啊！这可是龙国50年前医神李长生的独家神方啊！上天助我，散步竟捡到1000亿古方！哈哈哈哈！向副会长，我要聘你当顾问，立刻量产此方。陈辉元，你的药王位置到头了。我妈非让我带那个土包子，烦死了。带他来正好，让他看看你身边的男生多优秀。让他认清自己是个什么底层垃圾，不再对你有非分之想。对，让他见识下他这辈子挤破头都进不了的权贵圈子。进去别乱说话，这包厢低消18万，你一辈子都进不来。萧冉，好消息，我也被黑金财团录用了，咱们以后是同事。你看到没？萧冉随便一个追求者都是这水准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我家里几十亿资产，本人刚入职黑金财团，这也才勉强算萧冉的追求者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配不配，关你屁事。另外，你已经被黑金财团开除了，开除一个叫韩学文的人。哈哈哈！开除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笑死我了！萧冉，他这是疯了，他跟你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。叶凌天，我们吃完饭还要去酒吧，你赶紧走吧，别在这丢人了。干妈让我保证你的安全，我得去。哟，我黑金财团高层的电话，你们先去酒吧，我接个电话就来。韩学文是吧？你被开除了。韩学文怎么还没来？不会真出事了吧？这群女的不错，今天陪我喝酒。男的给我滚，女的全部留下。你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！管你什么身份，我是东南亚商会会长的儿子。今晚你们我要定了。现在就滚，否则都得死。给我把他撕碎！瞎了你的狗眼，在我的地盘闹事。叶凌天，你看到了吗？什么叫气魄？他可是江城地下王雷暴虎的儿子雷千锋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陈小姐受惊了，不知是否有荣幸请你喝杯酒？你是雷厉虎的儿子，是又怎样？哼，你算什么东？
的手，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不用动手，我跟你们回山庄，更好，我找雷烈虎有笔账要算。敢废我儿子，今晚我要把你活剥了！天天的！武道宗师，在我眼里依旧是蝼蚁。你是谁？为何废我儿子失职？提个醒，我叫叶凌天。当年你追杀我母周雪清，断我干妈何文竹一指。今天我废你儿子，只是利息。叶家私生子，你竟然还活着！我不活着，怎么取你性命？给你2天时间，集结你所有的人脉和底牌。2天后的这个时间，我来灭你满门。好，好，好！当年一落祸害，2天后我亲手掐灭。想要求情，人我已经放了，滚！私生子，真以为叶族会保你？传我匪首令，忠义堂所有兄弟，2天内必须集结山庄。我要让江城知道，谁才是这块地的王。老婆，放心吧，我陈奎元在江城还有几分薄面。雷烈虎把人放了。妈，这种疯狗留不得，他刚回来就差点害死我们全家。别说了，天儿是为了给我报仇。报仇？凭他？要不是我找了8位有头有脸的人物求情，他现在早就被剁碎喂狗了。叶凌天，给我跪下！为什么？救命之恩不该跪。我为了救你，搭上了所有人情，你才能活着走出山庄。首先，感谢你们费心，但雷烈虎放我走，跟你们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叶凌天，你真无耻！你知不知道匪首是什么人？没我爸，你早没命了。他若敢拦我，今晚忠义山庄便再无活口。你知道雷烈虎是什么实力吗？上万手下，数百武者，更别说他身边还有武道宗师赵飞鹰。赵飞鹰当年在海外一人屠杀上千名全副武装的雇佣兵，这种货色也配叫武道宗师？闭嘴！你这种坐井观天的废物根本不懂。老陈，出大事了！雷烈虎突然下达匪首令，上万名成员正从周边城市疯狂涌入江城。雷烈虎，他不是答应放人了吗？叶凌天，你到底又闯了什么祸？雷烈虎疯了，他在集结人马。是我让雷烈虎集结的。叶凌天，你害了自己还不够，还要拉着我们去我们全家垫背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滚出去！雷烈虎是天，你就是地上的蝼蚁，赶他走！对，立刻滚出陈家！不行，别让天儿离开。蝼蚁，在我眼里，他连蝼蚁都不配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一个陈家屹立世界之巅的机会，可惜你们接不住。断绝关系，从现在起，陈家和你没半毛钱关系。叶凌天，等你死的那天，你会明白你有多可笑。干妈，记得按时涂药。今晚，我要让整个江城知道，谁才是地下的王。得罪我，死路一条。那小子不知死活，正往这赶。敢来，我要把他骨头一根根捏碎。林主人，黑暗天子令下，18万宗师已全数集结。参见主人。去吧，扫平忠义山庄。地震了！
全都是宗师！大哥，是真的，无数的宗师级强者啊！雷烈虎，跪下！雷烈虎，跪下！爷爷饶命！我是受龙都的人支持的。我调尽天下宗师，第一刀斩向你，是你人生最荣耀的事。杀！如此多的宗师级人物聚集，龙国谁人能拦？传我命令，全国上下不得阻拦此人分毫。他想干什么，随他去吧。叶先生，上面发话了，从此以后，龙国将无人再拦您分毫。您看，撤！竟如此听话，布隆格居然也会怕。这里，你们处理。得罪了雷灭虎，叶灵天这小子现在怕是连骨灰都被扬了。让你失望了，我还活着。喂，快查忠义山庄发生什么了？明白了，雷烈虎是被四大战神灭了。这次知道雷烈虎的厉害了吧？下次可不能让干妈这么担心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能让人再把你赶出去。软骨头，浑身是刺，其实软的要死。又捡一条命，你运气怎么这么好？这可不是运气，18万宗师来杀他，雷烈虎应该光荣。你吹牛能不能符合点逻辑？整个龙国宗师都不超过100人，你哪来的18万？总是满嘴跑火车。这些你要真能做到，全世界不都得听你的？主人，属下将亲自去查那件事。临走前，我给您安排了一位仆人，他能代替我做任何事，也能做我不能做的事。心仪，怎么没看见韩学文？是啊，自从那晚出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难道真被开除了？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？龙国总负责人到了，立刻去2楼会议室集合。龙国总负责人？难道是传说中的金融女王徐有容？从今天起，黑金财团龙国业务由我全权接管，所有负责人直接向我汇报。心仪，看到没？这就是我终极目标。至于叶灵天，我很快就会让他明白，这种云泥之别是他一辈子也跨不过去的鸿沟。主人，我可以进来吗？你就是小黑安排的人。黑帝大人是我的领路人。主人，我是您的专属仆人徐有容，身高172，三围是。停，说正事。是，黑帝大人查到，当年追杀您母亲的势力，除了叶族，似乎还在寻找一枚戒指。更多信息我们还在查，目前已知的是，后来这枚戒指丢了，追杀也就停了。不过证据显示，丢失的戒指和陈家有关。大妈，我今天见到了商界女王徐有容，气场好厉害，我一定要成为她那样的女强人。徐有容是我的仆人。你疯了！别在这胡言乱语了，要是传出去，我工作都没了。闭嘴！以后在外面少给我惹是生非。干妈，我妈当年是不是留了一枚戒指在这儿？你什么意思？怀疑我们陈家私吞你母亲的戒指？我陈归元100亿身价，会贪你一枚破戒指？好啦，天儿就随口一问，确实有这一枚戒指。
只不过拿回家后便不见了踪迹。走，爸妈，我们别理这个傻子。徐总好，爸妈，这就是徐总。你是陈萧然？对，您居然记得我。我在等人，先走了。徐总竟然认识你，女儿，你真是我们的骄傲。不过，江城到底有谁值得徐总亲自跑一趟？叶先生，查到你母亲戒指的下落了，在江城楼王祁山海手里。走，去找祁山海。叫祁山海过来见我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爷爷拿了我的东西，上，拿下他，给我把他腿打断！找死！你是宗师？叫祁山海滚出来！爷爷，他打伤了我们的人，全是一群废物。无妨，有宗师级保镖李大忠在，他曾经可是青瓦台首席保镖。去，把人拿下！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青瓦台头号。滚一边去！祁山海，宗师饶命！你是大宗师啊！我祁家怎么得罪您了？少废话！我母亲的戒指，拿来！您说的是这个吗？说，这戒指哪来的？没有，是20年前陈家陈国峰7000万卖给我的，说里面藏着大秘密。陈家，好得很，戒指我拿了，钱有人会给你，包括医药费。你好，我来替主人结账。你是黑金财团的徐有农，你管他叫主人？能做主人的仆人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。爷爷，听说叶灵天那小子在找他妈的戒指，关咱们屁事？还真有关系。当年他妈把戒指交给我，说藏着能让陈家崛起的秘密，我参不透，转手就7000万卖给了祁山海。陈家能有今天，全靠这笔启动资金。这事儿都给我烂在肚子里，谁敢说出去，腿打断！干妈，我查清楚了，我妈的戒指当年就是被陈家老爷子拿了。放屁！你这是纯纯的碰瓷儿！我陈家名门望族，贪你一个破戒指！叶灵天，你想讹钱直说，别在这演戏了，真下头。拿没拿，当面对阵就知道。敢去吗？走，今天非撕烂你这张嘴！爸，叶灵天非说当年他妈的戒指被你拿了，有这回事吗？胡说八道！我连他妈是谁都不知道，上哪儿拿戒指去？听见没？没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怎么，敢做不敢当，全身上下就剩嘴硬了？混账玩意儿！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？你妈的戒指丢了，关我陈家什么事儿？我陈家可是豪门，会看上一枚破戒指？20年前，陈家在江城都不入流吧？你胡扯！一枚破戒指，陈国峰，你卖了足足7000万。20年前的7000万，陈家有今天，
全是靠我妈的这枚戒指。叶凌天，你在胡说八道，你在血口喷人！你别诬陷我们，胡编乱造。文清，这就是你的干儿子？你想讹钱就直说，拿去，赶紧滚！叶凌天，你不是说我爷爷卖了你妈的戒指吗？好，拿出证据来。对，你有证据吗？天儿，别闹了。好，这事情我不追究了，但是我要知道母亲的下落，她去哪里了？追究啊？怎么不追究了？叶凌天，你今天要么拿出证据，要么跪在地上给我爷爷磕头道歉，否则这事儿没完。我陈国峰为人如何？江城谁听不得竖起大拇指？你竟然污蔑我这个老头子！这一把年纪了，还怎么做人？跪下磕头道歉，否则这事儿没完。干妈求你了，别闹了。跪下磕头道歉。孩子，今天委屈你了。干妈，没事儿，戒指我已经拿回来了。这真的是你母亲的戒指？当年我妈情急之下将这枚戒指给了陈国峰，没想到竟被他卖了。这戒指我就自己留着了。至于陈家，我给干爹的那张古药方足够保陈家一世。完了，那张纸被归园当垃圾扔。对了，干妈，你们知道江城的三爷？我警告你，别招惹他。这人是个笑面虎，势力极大，他能把你骨头渣子都嚼碎了。叶凌天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？别天天作死，没人跟在你屁股后面给你擦屁股。天儿，你找他干什么？难道是为了打听你母亲的下落？你要实在想去，明晚让萧冉陪你去，三爷多少会给陈家几分薄面。叶凌天，我临时有急事要走，你自己进去吧。三爷，这位先生是来找您买消息的。我找李三，打听点事。就是你小子要买消息，说吧，打听什么？20年前，从龙都来的女人周雪清。找茬是吧？我们三爷只卖新鲜瓜，不挖祖坟。慢着，是不是当初怀了龙都私生子逃到江城的女人？对，这是她戴过的戒指，或许能当线索。居然是这枚戒指，现在至少值2个亿。把戒指留下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这戒指就当你的咨询费了。你们想要这戒指？哈哈哈哈哈！在江城，我想要什么拿不到？少废话！祁山海携祁家368口前来向叶先生道歉。龙王祁山海。祁家全员跪地道歉。这会所里到底藏了哪尊真身？不要戒指了，滚一边去！待会儿再收拾你，现在没空搭理你。龙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李三，你一边去！我是来给叶先生道歉的。不是，龙王，我会所里连个生面孔都没有，哪来的叶先生啊？废话，叶先生就在里面，齐家上下恭迎叶先生。齐家上下，您道歉。来人，给我废了他！这不是您花8000万请的无敌宗师李大忠吗？怎么成这样了？
所有也无助，感谢您不杀之恩。叶先生，那日是我们不对，特来向您请罪。大人物就是这毛头小子，完了，太奶在向我招手了。李三，做什么了？没什么，他只是想抢了我母亲的戒指，还说要打断我的腿。你敢惹叶先生？叶先生，我错了，您要什么我都赔。废一根手指吧。李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要我帮你，还是你自己动手？您的意思是？蠢货！关于我母亲，你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一点线索，但年代太久远，给我点时间查到，立马向您汇报。行吧。叶先生，您慢点，我给您开车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的事谁敢往外传，老子弄死他！还有，以后见到这位爷都给我绕道走，快送我去接手指！哟，这不是地下霸主三爷吗？怎么手指头还离家出走了？尚先生，别看笑话，赶紧让医生给我缝上。三爷，你今天算是走运了。我刚拿到长生神医的独家古方黑参玉骨膏，专治断骨重生，今天拿你做个临床实践。神医的药，快给我满上！我操，不疼了，还痒痒的，我感觉肉和骨头都在疯狂生长，这简直是医学奇迹啊！那是自然，这可是传世神药。提前恭喜尚先生了，不，应该要喊药王。这神药一出世，估计很快陈归元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叶先生，这里是江城龙脉，我斥巨资打造的别墅之王九州台，整个江城只有您配得上这泼天的富贵。好，房子我收了，这次的事算一个人情，生死关头我保你一次。多谢叶先生。叶先生，这是我孙女嫣然，管家佣人我都辞了，以后就让她贴身伺候您吧。嫣然愿意为叶先生做事。天哪！楼王曾说江城无人有资格住进九州台，连我爸都被拒之门外。到底是谁？必定是一位绝代天骄。萧然，你先别管什么天骄了。叶灵天呢？他在会所那么久没出来，该不会被人打死了吧？糟了，我只是想让他闯祸赶他走，没想让他死啊！快走！这么多血，萧然，叶灵天他该不会真出事了吧？快回家！妈，叶灵天他……我在这儿呢。你居然没死！瞎说什么？天儿好好的。西城会所的人没把你大卸八块。别说小小江城，整个世界谁能懂我？你真能吹。你的断指长出来了。叶先生，我黑参玉骨膏。您真乃神人，一眼就看穿了。这是医药巨头邵宏伟给的，
他正到处找人做临床实验呢。尚宏伟，我去问问怎么回事。说正事儿，我母亲的线索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当年您母亲重返江城，遭遇刺杀，身受重伤，被一对叫李辉才的夫妇救下，养了1个月。带路。你是雪清的儿子啊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当年你妈伤得太重了。叔叔阿姨，救母之恩，凌天莫齿能。妈，这谁啊？一家，别没礼貌，这是你周阿姨的儿子，特地来感谢我们的。就这？说好的感谢，连点礼物都不带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又遇到下头难了。李一家，你闭嘴！本来就是嘛，我还以为能拿个几10万感谢费呢。我刚看中一个8万的包，喂，穷光蛋，你买得起吗？他说的对，别说几10万，就是几千万、几个亿的感谢费，我也得给。哟，真能画大饼，看你这穷酸样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吧？死丫头，高利贷今天再不还，老子去你家砍了你爸妈！一家，那5万块是你爸的救命钱啊！哎呀，烦死了！等我包装好自己钓个富二代，几百万都能给你。老爸，你的病我会帮你治好的。李叔叔，明天我拿点药给您调理。对了，当年我母亲离开时，有留下什么话吗？你母亲是个奇人，那么重的伤没去医院，1个月就全好了。她怕连累我们，走前让我们有困难去求陈家。陈家？陈国峰？是啊，可我们去求助时，你说的人我不认识，把这2个要饭的打出去！又是陈国峰，我母亲还说了什么？他往南边去了，说是去中州或者护城找一位故人。他还说此去可能会死。我给你的那张治疗断指的古药方，你用了没？什么古药方？哦，那个啊，早当垃圾扔了。扔了？一张破纸留着占地方。我干医药30年，安全第一。你那玩意儿要是拿去公司，我得被人笑话一辈子。你疯了吧？让我爸公司生产你那臭烘烘的东西，你是想让我家破产吗？有人捡到药方，开始批量生产。胡说八道，谁会把你的废纸当宝？就是，我妈每天涂你的臭膏药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别装神弄鬼。天儿，别听他们的，干妈相信你，干妈每天都在涂。药效已经开始了。叔叔阿姨，这是补气丹，能去除你们身上的暗疾。哎。你们疯了！什么臭东西都敢吃，吃死人怎么办？家，这是凌天的一片心意，拿这种地摊货来报恩，你个穷光蛋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李一家，开门！再不开，老子砸了！龙哥，李一家，你借的100万高利贷，算上今天利息120万，这破房子勉强够抵债。今天老子来收房，100万。你把房子抵押了？我只借了20万。借我光头龙的钱，规矩不懂，房子不够，你得陪老子睡几晚。龙哥，等你舒服完，也让兄弟们喝口汤啊！大爷，房子给你们，求求你放过我女儿！这是我们全部的6万块积蓄，都给你。6万块，6万块打发叫花子！今天这丫头必须带走。你这人也不报恩，赶紧拿钱出来！要是没我们，你还能活着吗？来人，
把这小子也给我轰出去！敢反抗，直接打断腿！小子，你敢伤我的人？知道老子跟谁混的吗？我老大是飞哥，笑面虎三爷的头号战将。都怪你，你有病啊！谁让你打人的？这下全完了。李三，都听到了吧？摇人，你摇谁都没用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。光头龙，你他妈别害我！飞哥，这是三爷，还有齐罗王。叶先生，光头龙，你要打断叶先生的腿。三爷，我错了，叶先生，我错了，豁出去，打断腿。这是最顶级的补气丹，你们卖给我吧，我出1个亿。1个亿？卖？我爸妈是贱民，哪有资格吃这种神药？你滚出去！叔叔阿姨，这是为你们安排的滨江花园大平层，300平米，手续办好了，直接入住。凌天哥哥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原谅我嘛。你还没有女朋友吧？你看我怎么样？滚！叶先生，不知您那儿还有补气丹吗？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。这种补气丹，我想练多少就练多少。看在你们替我做事的份上，回头我炼制好给你们。谢谢叶先生，谢谢叶先生。尚宏伟的上市医药，明日新品发布会，黑参玉骨膏，我这断指就是用他的新品治好的。这才几天，这新品上市，陈桂元的药王位置怕是要换人了。那古方是我的，他捡到。什么？停！你不会又要提你那张破纸吧？算了，不是干妈的事儿，我懒得管。哈哈，陈董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天大的惊喜。这款新品叫黑参玉骨膏，是50年前长生神医的独家古方。我代表江城中医协会宣布，黑参玉骨膏是真的，我们30位专家以名誉担保。大家看，我断掉的手指几天就愈合了，我要定10盒。完了，江城医药要大洗牌了。陈董，这个惊喜刺激不？药王位置坐得够久了，该换人了。桂圆，上市的古方一出，我们陈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，真没别的办法了。没有，江城药王的位置保不住了。扫把星，自从你住进来，大典害我丢人，现在连陈家的根基都断了，你就是克我！得罪匪首，招惹是非，你除了带来霉运还会干什么？这关天儿什么事儿？你们别乱发脾气！干爹，陈家这次的危机是你自己造成的。怪我？你知道尚宏伟的古方是怎么来的吗？他无意间得到的，还能怎么来？错，是他捡来的，就是我给你的那张古方被你扔了。什么药方？装神弄鬼！黑参玉骨膏？放屁！我扔的是一张破纸，怎么可能是长生神医的独家古方？叶凌天，你一个土包子能有价值1000亿的古方，编瞎话也不打草稿。有办法验证。文倩，把他给你的药膏拿出来。什么垃圾东西，臭气熏天，这也配叫黑参玉骨膏？哈哈哈哈！结果显而易见，你拿垃圾堆里的东西碰瓷上市医药。我这盒用的是顶级原药材，上市用的是低成本替代品，效果天差地别。 ，别动，干妈相信天儿，我每天都涂。
哎呀，老陈，发这么大火干什么？邵宏伟，你来做什么？当然是来看看老陈，顺便提一提你和我儿子的婚事。做梦！我陈萧冉就是嫁给一条狗，也不会嫁给你那个脑残儿子。还有这个扫把星，更不可能。以前不可能，但现在陈家马上就要崩盘了。只要你嫁过来，陈尚两家就是一家人，药王谁当不都一样？无耻！邵宏伟，我问你，你家的古方是怎么来的？我听人说是捡来的。开什么玩笑？这级别的古方能是地上捡的？实话说吧，这是我从中州高人手里花天价买来的。听到了吗？人家的黑参玉骨膏是买来的。叶凌天，你真的太不要脸了！我没空管你们的家事，给你们一条活路：第一，陈家投靠我尚家；第二，萧冉嫁给我儿子。不必急着拒绝，过几天你们就会知道处境有多惨，到时候你们会跪着求我的。桂圆，顶多药王易主，不至于走上绝路吧？你不懂，他跟我斗了30年，这次绝对会把陈家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陈总，大事不好！8大渠道商有6家断绝合作，17家药材供应商刚刚全部解约了。坏了，这下我们陈家大难临头了。要想陈家活下去，我只能牺牲门前。陈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，必须要让何文倩把养神丹古方交出来，公司大权也一并交给归元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时间跟你绕圈子，全场表决，同意何文倩交出古方并罢免其职位的举手。为了陈家，你会理解的。好，真好。方子和公司给你们。而且由于你决策失误，董事会以全票通过罢免案。现在你名下房产、汽车已经全部被查封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让叶凌天滚出陈家，否则你就跟着他流浪街头。做梦！我就是睡大街，要饭吃，也绝不放弃我干儿子。小天，我们走。天儿，对不起，干妈连个容身之所都没了。谁说我没有容身之处？上车，我带你去个更好的地方。这是江城第一别墅，九州台。欢迎何女士入住。何总，安心住下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我祁山海会尽全力帮您东山再起。楼王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太折煞我了。叶先生，楼王怎么会帮我？难道是因为天儿那个神秘的亲生父亲？我的计划很简单，打造一个新药王，让我干妈来当。资金由黑心财团出，这是去疤膏养神丹和黑参玉骨膏的改良药方，药材、渠道、销售，你们去搞定。明白。另外，我干妈受了委屈，我不想看陈家活得逍遥自在。主人，明白。陈萧冉吗？我等会儿去趟你们陈家。徐总大驾光临，快请进。不用了，我只宣布一件事：黑金财团投给何氏医药的500亿，即刻撤回，限你们3日内归还所有资金。钱我们已经用了一部分，哪有突然撤资的道理？你们这是违约！规则那只是用来束缚弱者的，就算我黑金财团违约，借你们10个胆子，敢要违约金吗？更何况违约的是你们，看清楚。合同上认准的投资人只有何文切女士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完了，500亿没了！快给文倩打电话！文倩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，凌天也可以回来，我们绝不赶他走。干妈，不要信。陈回元，我住哪儿跟你没关系。我好言相劝不回来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耍脾气，我们就去离婚。再也别想进陈家的门了。那就离好了。凌天，
怎么突然回来找我了？很简单，黑金财团撤资了。干妈，你就在这安心休息。很快，我会让陈家上下跪着请你回去。过几天我还要给你一个惊喜。爸，我刚才听到叶凌天的声音了，肯定是他挑唆妈挂电话的。叶凌天这个混蛋，他这是要断我陈家的活路。既然他不回来，就永远不要回来了。告诉他，如果再执迷不悟，就和他离婚。是。叶先生，所有药材都买不到，江城大小药材供应商全被上市医药垄断了。好，我亲自去看看。对了，你们两人最近办事让我很满意，今晚来我家领补气单。谢谢叶先生，我这就通知老钱。我说了，今天不见任何人。你是谁？何文倩是我干妈，你的所有药材我都要。你就是叶凌天，陈家要把你赶出去，你还敢来我这儿？其他人别想买，何文倩更别想。那我一定要的。你凭什么？大宗师驾到，皇上有罪。单子上的药材有多少要多少。明白。记得保密，让我知道的话，这就是下场。感谢叶先生。叶先生，我准备办场宴会，邀请医药行业翘楚，帮您搞定渠道商。好，到时候让我干妈也去，让所有人见见新药王。叶先生，匪首的地盘被龙虎堂瓜分，他们现在疯狂攻击我的地盘。龙虎堂，江城地下排第2，龙虎双雄都是半步宗师，现在匪首灭了，他们肆无忌惮。龙虎堂，邢兆龙、裴风虎。李三，今天我看你往哪儿逃！听说你得到了2颗顶级补气丹，交出来，饶你一命。李三，补气丹不是你能用的，乖乖交出来，不然我们自己拿。我是有补气丹，就怕你们没命拿。拖延时间等救兵，你的人早被我们拦死了。立马滚出去！你是什么东西？打扰我喝茶是吧？杀了他！知道补气丹哪儿来的吗？叶先生赐的。叶先生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饶命啊！滚！叶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！我们刚收上来的10车药材被人强行扣押了。在哪里？我这就过去。上手，问出来了，是李三的车。区一个李三也敢跟上市医药抢药材，处理干净，药材全运走，回去给我爸一个惊喜。就是你们扣押了药材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陈家那个混吃混喝的野总。听好了，陈萧冉是我的，你给我废了他，砍掉手脚，本少赏500万。是我们龙虎堂的兄弟，小子，你死定了！又是龙虎堂，我不介意直接灭了。大胆，敢挑衅龙虎堂！妈的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扣押叶先生的药材。
龙哥、虎哥，就是这小子，他打残了上少，还扬言灭了龙虎堂。杀！龙哥，为什么？叶先生，我们又错了，是我们没管好手下的狗。我们本想找三爷引荐，为您效力，今天绝对是意外。叶先生，龙虎兄弟确实不知情，他们本想找我引荐为您效力，这是个误会。叶先生，只要您一句话，龙虎堂上下赴汤蹈火。让他们滚过来道歉，每人500个响头。然后再把药材送回去。叶先生放心，龙虎堂全员护送药材，我看谁敢动。小冉，今天是齐楼王组织医药行业渠道商的晚宴，我们也去结交下人脉。先生，抱歉，您没资格参加。我是陈奎元，曾经的江城药王。抱歉，这是楼王私人宴会。陈总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楼王今晚把我们这些渠道商全叫来，是为了引荐一位新药王。新药王？爸，那不是妈和叶凌天吗？文倩，跟我回去。妈，我们只是想赶走叶凌天，没针对你，把他扔下，跟我们回家。不可能，我绝不会再放弃天儿。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天儿给的。干妈，我们进去吧。进去？去哪儿？难道跟叶凌天有关系？不可能，听说你妈妈好朋友黄阿姨也来了，估计是她带着他们进去的。靠这个废物能干成什么事？妈，那不是文倩阿姨吗？文倩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这可是楼王的私人宴会，你们偷偷溜进来会被赶出去的。我可听萧冉提过你这个大骗子，非要把阿姨带来，得罪了楼王，你们在江城还怎么活？怎么回事？楼王息怒，文倩是我朋友，是我带他们进来的，要罚就罚我。叶先生、何女士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我交代过多少次，叶先生和何女士到了必须立刻通知我，我要亲自迎接，你们都不长眼吗？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我们没看住。两位既然是何女士的朋友，也请一起上座。今天请各位渠道商来，是为了引荐江城的新药王。新药王就在你们眼前，那就是何文倩女士。什么？不是尚宏伟吗？怎么是被陈家赶出门的何文倩？很快，所有渠道商将出售何女士名下的产品，包括改良版完整养神丹、祛疤膏，以及比上市医药成本更低、效果更好的黑参玉骨膏。天儿，这就是你说的惊喜吗？看吧，果然是你黄新敏阿姨在帮他。连没本事的叶凌天都能参加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凌天啊，阿姨有眼不识泰山，给你道个歉，秋秋，快！凌天哥哥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没放在心上。文倩，凌天没女朋友吧？不如把秋秋许配给他，咱们亲上加亲啊！这个得看天儿，他的事我不做主。那让秋秋跟着你们几天，增加点阅历。凌天哥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可是江城第一别墅，听说你和萧冉姐有婚约，她总说不喜欢你，不如我当你女朋友，我嫁给你。不用，你太小了。哪里小了？我是说年纪。你才比我大2岁，我妈也同意的。凌天哥哥，我就当你女朋友了。我不喜欢你，上楼睡觉了。口是心非，你分明就是在躲我。对了，干妈，明天我们领完营业执照，就算正式公司成立了。好的，天儿，你早点休息。干妈，很快一切就会准备就绪，到时候新公司开业大典上，会让全江城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新药王。好，干妈都听你的。干妈，你先回家，我带着人去把生产线和办公楼搞定。为表歉意，我二人从今天开始就是叶先生的私人司机，随时听从您的安排。既然是给我干活，你们半步宗师的身份跟在我身边，太显丢人了。
气境外放，我们成宗师了！多谢叶先生再造之恩。龙虎堂，你三，真以为我上回得怕你，把我儿打成这样，我饶不了你们！中州宗师韩督爵和6位半步宗师明日到达江城。好，龙虎双雄不过是半步宗师，我看他们拿什么打？姐，顾爷，出事了，总舵被人砸了，兄弟们死伤无数啊！叶先生，有人砸我们龙虎堂的场子，江城还有人敢动我们？叶先生，您看，去看看，刚好你们2个刚升宗师，找人练练手。是。邢兆龙呢？当缩头乌龟了。谁敢动我龙虎堂？哼，来了！邢兆龙、裴风虎，真以为在江城无法无天了？连我儿子都敢废？你儿子不是他们废的，是我。你是谁？我干妈是何文倩，你儿子嘴太臭，扣押我的药材，我顺手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你这个废物！邢兆龙，我给你们个机会，把这小子废了，我兴许饶你们一条狗命。这就不需要我出手了吧？哪能让叶先生您出手？您赶紧歇着。敢在龙虎堂闹事，绝不轻饶。区区2个半步宗师，也敢口出狂言！气境外放，你们是宗师？不可能！整个江城都知道你们只是半步宗师。韩督爵，你也太没用了，我都没用力你就倒了。还有你们6个，一个都逃不了。龙爷、虎爷，有话好商量。我一时糊涂，你们要什么我都给。让他走。是我。珍惜接下来当药王的时间吧。你们收拾下，送我回黑金财团。是，叶先生。叶先生，江城有个规矩，新企业开业前必须去拜访龙头4海商会，他们由4大豪门组成，控制江城2/3的经济。得罪楼王，顶多没地方住；得罪4海商会，死了连尸体都没地放。那我还偏不拜访，看他们能怎么样？这干妈，以后这里是你的公司。何总好，听说你开了新公司，我们也跟着来了。干妈，别急着谢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江城有新的医药公司开业，不拜访我们陈家，那我们就不请自来看看，全是不认识的生面孔，估计还没开张就被我们或者尚宏伟吞了。何文倩还没联系您？没有。哼，你待会儿打电话提离婚的事儿，敲打他。好。啊，连江城唯一的医道世家，人家都来人了。任先生，这希望医药开业没去拜访过您人家？完全没有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搞什么鬼。连拜码头都不懂，今天看他们怎么死。别废话了，直接说你们主打什么产品。尚总别急，希望医药第1款主打产品改良版养神丹。不可能！养神丹古方明明被我们陈家拿到了。陈总，你们那是残缺版，我们希望医药的是完整版。第2款产品改良版祛疤膏同样是完整版。到底是谁在背后帮他们？天儿，这2种古方改良到完整版，起码需要沉浸医道几10年的神医，你背后到底是谁？干妈，别急，最厉害的还在后面。我宣布，养神丹和祛疤膏的定价低于市场价30%。完了，陈家全完了！你们这是恶意竞争。第3款产品黑参玉骨膏，黑参玉骨膏的古方只有我有，你们这是窃取，是犯罪！你们的古方肯定是假的。告诉你尚董，我们的黑参玉骨膏疗效更好，成本更低，而且定价比你们低50%。至于真假，这是鉴定文件，你们可以看看。是真的，这3款产品不仅是完整版古方，
更有龙国最权威机构的鉴定印章。接下来有请希望医药的深度合作伙伴。我邢兆龙是粗人，把话撂这儿，谁与希望医药为敌，就是跟我龙虎堂为敌。欢迎骑士集团董事长祁山海先生。骑士集团未来将与希望医药展开全方位深度合作。感谢祁董的精彩发言。楼王都来了，这公司的背后到底是谁？最后有请黑金财团龙国总负责人徐有能小姐。我代表黑金财团，前期向希望医药投资500亿。天儿，干妈谢谢你。干妈开心就好。文倩哪来的？她肯定后悔了，来求饶了。怎么了？想通了？想回家了？不，等发布会结束，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吧。行，离婚就离婚，你别后悔。爸，你来真的啊？放心吧，我只是吓唬吓唬他，你妈不敢的。走吧，干妈，让陈家人看看你才是新药王。不行，如果我以新药王身份露面，太招摇了，而且我不想陈桂元因为我是老板才来求我。好，干妈，我听你的。妈，还有叶凌天，何文倩，难道她就是希望医药的幕后老板？爷爷，爸，你看那边都是以前和氏医药的旧员工，妈肯定只是被希望医药重新聘用了。对。他绝对只是个打工的。各位，希望医药的主人不便露面，接下来有请徐有容小姐代替老板剪彩。搞半天老板不敢露面啊！我就说嘛，何文倩要是老板，尾巴早翘到天上去了。走吧，去民政局离婚。何文倩，你真要离是吧？吓唬谁啊？不就是进了希望医药打工吗？搞得这公司像你开的一样。桂圆闭嘴，文倩，千万不能离婚啊！桂圆气头上说的话你别在意。文玉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妈，我们都等你回家呢。其实你们担心的是黑金财团的投资吧？怎么到处都有你？要我干妈回去，今天所有人都要给她跪地道歉。来，陈家所有人给文倩鞠躬道歉。文倩，对不起。听不懂吗？我说跪地下道歉。陈家人以前天天欺负我，今天居然低头了，多亏了天儿。好，好，我们跪。文倩，对不起。好，我原谅你们，但我有个条件，天儿也得跟我回去，你们不能再赶他。没问题。叶凌天，你等着，等我们联系上希望医药的幕后老板，看怎么收拾你。趁着大家都在，我宣布一件事，我决定把萧冉嫁给天儿，履行当年的婚约。妈，我不同意。文倩，别胡闹，她根本配不上萧冉。我觉得天儿非常合适，这事我定了。爷爷，你给我做主。一切听你妈的。妈，你看他。干妈，不必了，我不喜欢他，没必要订婚。你凭什么拒绝我？我拒绝，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是我想要的，但你记住，是我拒绝了你，不是你拒绝我。叔叔阿姨，萧冉姐要是不愿意，那我嫁给凌天哥哥吧。秋秋，你糊涂了吧？长得帅有什么用？踏入社会，你就会发现皮囊一文不值。他除了是我妈干儿子，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本事。我不管，我就觉得凌天哥哥好，我就要嫁给他。好了好了，秋秋，这事儿得你父母同意。天儿，跟我出来一下。天儿，你能不能把3大股方给我？不是为了陈家，江城医药行的规矩必须经过医道人家最权威的鉴定，不然产品不能上市。那么多医学机构鉴定过了，还需要他们？我看是打着保护百姓的名义来私通股方。虽然这是规矩，但这股方是你母亲留给你的，你不答应，我就不找人家了。干妈，股方你拿去用无妨，但没必要给什么人家看。何总，外面来了四海商会的人要见您。什么？四海商会？赶紧让他们进来！四海商会，江城真正的霸主，要不是以前江城医药市场太小，他们看不上，我们早没生存之地了。欢迎各位，希望医药暂时由我负责。你就是何文倩，好大的架子，
知道我们要来，不亲自下楼迎接，派阿猫阿狗来打发我，没把四海商会放眼里。抱歉，我在处理事情怠慢了。我家老板不方便露面，但我能做主，能做主就行。我是四海商会高机理的助理罗威。四海商会经多方面的考察，准许了你们希望医药加入。那请问是名义上的加入还是其他？你说呢？加入商会，无条件交出3大股方，由我们全权运营，大家一起发财，不好吗？还有，你觉得希望医药守得住3大股方吗？多少人盯着呢？加入我们才是你唯一的活路。不就是想明抢吗？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是谁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何文倩，你连手下的阿猫阿狗都管不好，这是我干儿子，而且我觉得他说的很对，你们就是想打股方的主意。何文倩，让你们加入是给你们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你敢打我？你打的是四海商会的脸，何文倩，你完了！老子打的就是四海商会的脸，滚回去告诉你们商会，要股方没有，巴掌要多少有多少，滚！天儿，这下咱们彻底把四海商会得罪死了。干妈别怕，区一个四海商会，我来解决。高力士，何文琴纵容他干儿子把我打成这样，这根本是不把四海商会放在眼里啊！好一个何文倩，敢跟我四海商会作对，我现在就上报副会长，我要让他希望医药死无葬身之地。听说今天四海商会去希望医药了，你们老板怎么说？是我全权负责。妈，叶凌天今天又跟着你混了一天，他连个工作都没有，天天当跟屁虫啊！天儿确实该找点事做，我打算在公司给他安排个职位，当我的私人助手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这样吧，我过2天安排他去我朋友公司上班，新环境锻炼锻炼他。天儿，你愿意去吗？我听干妈安排就好了。我就说嘛，何文倩要是老板，尾巴早翘到天上去了。主人，黑帝大人查到你母亲当年离开江城后去了中州，打伤她的也是中州势力，具体是谁还在查。中州，继续查，等查到后，我会亲自去中州。叶先生，出大事了！医道人家盯上您了。人家想抢股方？不是，任老爷子对改良股方的人感兴趣，命令您立刻去人家，把改良方法和身份交代清楚。他们还说这是给您天大的机会，要是任老爷子看您资质好，兴许收您为徒。告诉人家，有多远滚多远，请我都不会去。放肆！让我们人家永远滚多远！爸，这人架子这么大，会不会真是哪位隐士高人？我问过国医馆和中州医道府，江城根本没这号人物。医道本事再惊艳，也没资格在我面前撒野。他亲自滚来见我，磕3个响头，我才原谅他的无礼。听到老爷子的话了，去通知李三他们。二爷，希望医药现在是何文倩负责，不如直接警告他。好，给我接通何文倩。你好，请问哪位？任家任志峰，我们对股方没兴趣，只对你背后改良股方的人感兴趣。赶紧让他滚来人家，我父亲要见他。别给脸不要脸，我人家给的机会要他跪着接好，懂吗？干妈，怎么了？天儿，人家刚刚来电话了，让你滚着去人家见任老爷子。哦，这事儿啊，李三已经和我说过了，这件事你不用担心，我来处理。好。给你们说个好消息，我同学顾武玄要来江城了。最关键的是，他儿子顾飞龙竟然入选了黑麒麟，龙国9军之一的黑麒麟。对，老同学这次带儿子来，也是想让2个孩子见面，万一萧然喜欢呢？好啊，我也想见见黑麒麟的天骄是什么样的。不行，萧冉跟天儿有婚约了，其他人都不行。妈，我喜欢谁是我的权利，我绝对不喜欢他。来了来了，龙王，您怎么来了？赶紧请进。我找一下叶凌天。叶先生，我有件事情求您，可是让您去做这件事情委屈您了，所以我不敢开口。赶紧说。是这么回事，龙国9军之一的黑麒麟想让我的保镖李大忠去当特训教官，可他现在被您打残了，您看能不能代替他当教官？可以，不过我就去1次，不会为这点事浪费太多时间。好，叶先生，我们现在出发。雪山海，李大忠人呢？马上9军大比了，你别告诉我他放了黑麒麟的鸽子。君主息怒，李大忠回韩国了，但我给您请来了一位更强的叶先生，保证您满意。更强？人呢？这就是你找的教官，一个毛头小子还在睡觉。你当黑麒麟是什么地方？如果我亲自指导，黑麒麟不可能垫底。什么时候下车的？我竟然完全没察觉。小子口气挺狂，我原本可是天子级保镖李大忠，你确定有他强？那种垃圾
也配跟我相提并论。大言不惭！我看你们就是来耍我的。不需要我，那我走了。郡主，您让叶先生试试就知道了。来都来了，行，那就让他试试。兄弟们可都等着呢。郡主，怎么没见李大忠教官？这普通小子是谁啊？通知大家，李大忠教官来不了了。郡主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兄弟们等他几个月了。不过齐老板给大家找来了一位新教官，据说比李大忠还要强，让我们欢迎叶凌天教官。我手下这群刺头可不认什么关系户，小子，准备会原形毕露吧？郡主，您开什么玩笑？就这毛头小子，小胳膊小腿的来侮辱我们吗？能挨得住老子一拳吗？郡主，今天不是愚人节吧？这毛头小子连自报家门都不敢，也配教我们？哪来的小混混，赶紧滚！黑麒麟丢不起这人。叶教官，你也看到了。这群刺头不服，想立足得拿出点真本事。想让我们服，想打败我，我可是这批人里最强的。你不是最强的，你过来。哈哈哈哈！他疯了吧？敢挑衅萧君主？全力来，打死算我的。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这是把他吓傻了，死定了。还不去把人挖出来？我们去。郡主，你没事吧？他留手了，不然我必死无疑。叶先生是萧林唐突了，我代表黑麒麟给您道歉。那好，特训开始。你们最基础的杀人技是什么？演示一遍。黑龙18手。太死板。看我教你们一遍。威力翻倍，而且破绽全无。我再教你们一招绝杀。就叫黑麒麟19手。行了，我还要回家吃饭，你们好好练。顾飞龙，好好练，半年内你能把他踩在脚下。天儿，忙了一天吧？我刚做好饭，快洗个手吃饭来。好的，干妈。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叫顾飞龙，最近成了黑麒麟的一员。明晚我请顾飞龙一起吃个饭，和萧冉认识下。把他也带上吧，让他看看真正的同龄人取得了什么成就，别整天活在梦里。行，让他去见见世面。飞龙这气势，未来必有战神之姿啊！以前不敢想，但昨天我们黑麒麟来了一位狠人教官，他传授的绝技，只要我练成，绝对能成战神。当年我和你爸爸可是说好的，一男一女就结亲家。我看飞龙和萧冉正合适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萧冉已经有婚约了，天儿和萧冉的婚约是我定的，绝不能反悔。就叶凌天那个连饭局都要迟到的废物，他拿什么跟飞龙比？你配娶我女儿？干妈，有点事耽误了。来客人了不知道，分不清轻重缓急。叶凌天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顾飞龙，黑麒麟兵王，未来的战神。叶教官，兵中之王，心理素质这么差，见我就吓晕了。放肆！飞龙是经历了魔鬼特训，身体极度虚弱才晕倒的。你以为你是谁？陈叔，我现在的实力还不够，必须一心冲击战神之位。联姻的事儿作废，我还要回去训练，先走了。看到没？人家为了未来甘愿放弃儿女情长，哪像某些人连个工作都没有。对了，我找人给你安排进了正大金融，过2天去那儿报道去，别到处瞎混了，天天吹自己多么厉害。这次正好有机会去里面证明自己了，可别让我们失望啊！既然工作安排好了，那你去那儿可要好好干，以后接我的班。好，干妈放心。有容，出5倍价格把正大金融买下来，挂在我名下。既然要去上班，那就自己当老板，免得麻烦。老周，我把干儿子交给你了，你费心照顾。啊，好的，老陈你放心。进去别给我惹事儿。老板好。不用声张，我来这儿只是应付我干妈，你们该干嘛干嘛。好的，老板，里面请。大家停一下，这位是新老新同事叶凌天。老板，您看这位置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叶先生，黑麒麟想订购一大批黑参玉骨膏，迫切需要。可以，我让人和你对接，等有时间我去看看你们的训练效果。好的，好的，随时恭候。叶凌天，我是萧冉的学长，你一个文盲走后门进正大金融，坐在这里不觉得愧疚吗？这里都是顶级高校的博士，正大不要废物，赶紧滚！
把腿放下来，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口渴了，去，马上给我倒杯茶。什么？你一个新来的，凭什么让我给你倒茶？戚主管，这个新来的废物竟然让我给他倒茶！让你倒茶就去倒。戚主管，我怎么能……怎么？我的话不好使？都给我听好了，他让你们做什么就必须满足，谁敢不听，直接开除。周总，正大老板，江城金融界的头号人物，怎么会对这个废物这么客气？老板，您对今天还满意吗？老板？对啊，老板，没您的命令，我们也不敢去打扰您。怎么回事？挡在路中间，谁手下的人？王凡，你在做什么？赶紧让开！戚主管，您称呼他什么？老板啊。周总，上午就是他针对老板。你看好了，这是正大金融的新主人，也是我们的老板。我老板，你现在就去人事那儿办离职，明天不用来了。萧冉不是说这人是废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高理事，情况如何了？直接找点人把叶凌天做了吧。理事会发话了，这点破事让我解决。何文倩的干儿子敢打四海商会的人，那就打残他的四肢。顺便警告何文倩，乖乖交出3大股方。高理事，听说那小子跟龙虎双雄走得很近，一般人怕是对付不了。放心，这次我们调了50名杜家的神风特卫，对付一个毛头小子，出动50名神风特卫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神风特卫全员可都是顶尖武者。这一次我要看叶凌天怎么嚣张！叶教官，上次买的黑参玉骨膏具体要怎么使用啊？那你来正大金融大厦吧，我当面教怎么用效果好。好。神风特卫完了！叶凌天，你以为躲在正大金融我们就找不到你吗？别弄脏了我的地方，去外面解决。就是你不把我四海商会放在眼里，立马跪下磕头道歉，我兴许少断你一条腿。别看了，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神风特卫，号称宗师克星，今天没人救得了你。神风特卫很厉害，找死！给我废了他！动手前，先看看下面。这些人是谁？叶教官，黑麒麟学员已悉数集合，请您指示。来得真巧，刚好有人要揍我，都上来练练手吧。好嘞，全体出发！你们慢点，给我留几个，留几个！古飞龙，你都打几个了？匀一个，我连一脚都没摸到。这不是还剩几个吗？呸！几个普通人一拳就打死了，有什么意思？叶教官，叶教官，他到底什么来头？难怪他不把四海商会放在眼里。现在还要我给你跪下吗？对不起，叶先生，对不起，还不快滚！慢着，扔出去。叶教官，以后有这种打仗练手的好机会，您就通知我们。这些臭鱼烂虾，那需要您亲自出手。好，接下来机会不多。父亲，我打听到被派去抓叶凌天的神风特卫也被干掉了。看来这个叶凌天有点实力，但他手上的药方，我们必须弄到手。上次让他过来，到现在还没来，简直是不把我们任家放在眼里。志峰，既然本人不好对付，我们就换个法子，从他身边的人，他公司的员工下手。叶先生，不好了，我手下很多人被人家的高手打了。叶先生，人家3大宗师亲自出手，兄弟们伤得很重。
事了，希望医药的助理们被人打了。干妈，先别慌，赶紧把伤员送医院，我马上到。干妈，不是去医院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江城所有的医院、医馆一听是希望医药的人，全部拒绝接诊，一定是人家人干的。叶先生，我们的人也被所有医疗机构拒诊了，是人家下的禁令。好一个医道人家，掌控江城医疗是吧？干妈，把所有伤员全部送到龙虎堂。叶先生，怎么办啊？连私人医院都不收，兄弟们的血都要流干了。天儿，快想想办法！慌什么？我来治。叶先生不仅武力盖世，医术竟然也如此逆天。按这个方子抓药，熬给他们喝。天儿，我们马上去人家，必须去把事情说清楚，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。好，干妈，人家既然你们急着找死，这笔账我今天就去跟你们算个清楚。记住干妈的话，进去后一定要坦白，古方是你母亲留下的，千万别装大师，人神医一眼就能识破。见到他们一定要客气，让你道歉就道歉，让你跪下磕就磕头。好，干妈，我有分寸。何文倩，终于耗不住来求饶了。哼，你别告诉我，这个毛头小子就是改良3大古方的大师，你侮辱谁的智商呢？任二爷，这是误会，他是我干儿子叶凌天，古方是他给我的，我进去给人神医解释。何文倩，你滚，让他自己进去解释。二爷，我能不能在旁边？滚！天儿，记住干妈说的。老爷，何文倩带人来了，二爷正在门口盘问，总不能让我去门口接他，让志峰带他过来，先在院子里跪上半天再说。是。国医馆出身确实有点底蕴，这些药草倒是不错。还不快跪下！我不想听你任何解释。在江城，没人敢无视人家的命令，立马给我跪倒在地！让我跪？你们人家受得起吗？志峰，你在胡闹什么？我要见的是改良3大古方的高人，不是个毛头小子。爸，我找人再三确认过，真的是他。荒谬！老夫纵横医道70载，30岁能有此成就的，早被国医馆挑走。他再逆天，顶多和菲菲一样，绝不可能改良古方。二叔，你肯定被骗了。中州医道府的天才我都见过，没人能做到。没有误会，古方是我改的，补气丹是我炼的。小子，是真是假，老夫一测便知。凭什么接受你的测试？你有这个资格？你就是怕露馅。放肆！在江城，我人济世的规矩就是规矩，我让你做，你就得做。如果我说不呢？大胆狂徒，敢在我爸面前滚！再者，我来人家是来算账，敢动我儿子，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！当着我们的面伤人，找死！你手下那些废物就是我们打伤的，血止不住吧？等死吧！好。大宗师，20岁的大宗师，我人家可该死啊！我让你们为何3番5次挑衅？为何打伤我身边的人？看你干的好事！大宗师，都是这逆子的错，我人家愿意承担一切赔偿，求您留人家一条生路。干妈说过，人家对江城医学贡献不小，若非如此，今日必灭门门。咦，这不是李长生那老小子的国色天香方吗？这可是绝密残方，他看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小子，这国色天香膏能深度修复毁容溃烂，以后遇到漂亮女孩送这个，保准送一个成一个。大佬，您难道能补全这古方？我们推演了几年，还差1/4。侮辱我！这么简单的方子，用得着这么费劲？加天花粉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太妙了！是老朽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叶先生啊！困扰我人家许久的残方，您落笔继承，这不仅是医术，这是神迹。方子给你们，是看在你们对江城还有点用，但记住，伤我的人，这账没那么容易清。逆子，还不滚过来！因我们受伤的人，人家一定赔偿，并且从现在起，希望药业是人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。我们人家上上下下准备好随时听候叶先生差遣。滚吧！天儿，
你没被他们怎么样吧？你怎么出来的？是不是答应他们什么过分的要求了？干妈，他们很讲道理，已经认识到错误了，并且还答应和希望药业合作。讲道理，那是人济事，那是江城的天！你别瞎干妈，快跟我走，咱们去外省躲躲。人神医，孩子口无遮拦，所有的罪我何文谦一个人。恭送叶先生。何总，这是我的私人联系方式，以后希望药业有任何需要，您随时和我联系。天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干妈别担心，以后人家不会为难你们。老板，当年在中州打伤您母亲的势力查到了，是中州3大豪门之一的张家。我们这就出发中州，发出黑暗天子令，封锁张家所有产业。张家，让他们消失。干妈，我有事要离开江城一段时间，你别担心。好，你忙完早点回来。中州，我来了。